你有冇試過返工返到頭暈，周身唔聚財？其實真係因為一件事卡住咗。呢一集呢，我想同你哋分享就係呢個星期我點樣可以用寫作去醫好咗我嘅唔舒服。另外，我會講一講我最近幫世界口琴冠軍 CY Leo 出書嘅一啲花絮。另外，有時大腦入邊有啲趕唔走嘅焦慮，我揾到一個簡單嘅方法去面對。好，大家點啊？今個禮拜有冇完成到上週講嘅8週身心恢復計劃呢？咁其實我哋好 casual 嘅啫，或者其實可能睇下電視賣廣告就做幾下，煎緊蛋嘅時候又做幾下咁樣樣，盡量唔好俾自己太大壓力。咁你又唔需要用意志力去做呢，咁你就會越做越多噶啦。咁100下深蹲不是夢啊！咁近排我哋忙緊一本幫世界口琴冠軍 CY Leo 出嘅書啦，咁都密鑼緊鼓咁樣安排緊。咁佢3月21號咧會有個新書發佈會，詳情咧就請留意資訊欄啦。我哋因為印出嚟嘅書咧就唔同 digital 啦，你印咗出嚟就冇得改嘅啦，所以所有用色啊、字粒啊，我哋都要睇得好清楚，啲圖片有冇擺錯位啊，咁所以都花咗好多心機落去嘅，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另外啦，關於寫作嘅方面呢，我而家就開始緊我嘅一本新小說叫 Frequency 頻率，中文名真係未定，大家認為叫咩名好啊？咁呢本書呢，我應該會寫成一個普通好平淡嘅愛情故事。咁開頭呢，我嘅 idea 呢都係好唔 concrete 嘅，你會想像到好似一啲好難捉摸嘅煙咁樣樣喺度你個腦入邊飄來飄去。咁開始呢，我就會諗究竟我想傳達咩信息俾讀者啦？呢個係我嘅核心思想啦，呢本小說嘅思想。跟住諗到之後呢，我就會諗男女主角嘅設定。咁當然係，我就中意靚仔靚女嘅。咁就設定咗寫晒佢哋啲性格啊、年紀啊，我會諗佢哋嘅癖好啊、最特別之處，同埋佢哋最緊要呢，就係佢哋兩個人點解會走埋一齊，即係唔會突然間走埋一齊，就唔想話咩同事啊。一齊住啊，無端端租咗間屋，跟住就有租約問題，就夾硬一齊住啊！即係我覺得有時一啲愛情劇呢嘅理由有啲偏強，咁我希望自己嘅小說就唔做到比較再自然少少。咁佢哋兩個人嘅基本呢，就構成咗我本小說最重要嘅展開呢個部分。咁諗到之後呢，就好開心啊！成個人係〜即係有一日呢，我係返工返到好似想早退咁，頭暈啊，又身興啊，周身唔聚財咁樣樣，咁就2點零鐘都想走嘅，想早退。咁但係後尾就冇乜嘢做啦，就開始喺度度小說，跟住諗下，諗到哇，一啲好重要嘅基本嘅元素啦，點解佢哋兩個可以自然咁走埋一齊？咁我就即刻個人好開心㗎，即係寫作能醫百病。即係其實將你腦入邊諗唔通嘅嘢呢，透過寫咗去諗通佢呢，其實對你嘅身心都好有幫助。咁所以都係我成為我8週身心計劃嘅方法之一啦，大家可以寫低佢。至於情緒方面呢，咁其實都幾 fluctuate 嘅。我試過崩潰啦，亦都好快 recover 翻嚟啦。咁英國嘅陽光又好少啦，喺3月開始有翻1-2日陽光，咁就出去曬多啲太陽，其實個人真係會好啲啦。我都係之前好似咁講啦，就算你而家面對問題 A 解決咗呢，其實你個腦呢，如果你慣咗嘅話，佢都係會揾問題 B 出嚟煩住你。咁我而家要盡量令到佢唔好煩住我咁多咯，係啦。即係如果佢出現嘅時候，哦，你嚟咗啦，哦，好啊，咁你坐下啦，跟住由佢自己會走，希望可以做到咁。咁呢樣嘢係我啱啱先察覺到，亦都練習緊嘅。其實梳理咗你腦入邊卡住嗰樣嘢呢，
就好似同你身體嘅結都會跟住解開咁，呢個就係寫作嘅力量。如果你腦入邊都有好多念頭，甚至好似 CY Leo 咁想擁有一本自己嘅實體書咧，咁你點擊我資訊欄預約30分鐘免費嘅 book coaching， 我哋一齊咧就將你大腦入邊嘅雜音變成有價值嘅作品。email 我都可以噶，我哋下集再見，拜拜。